来看有病业员工哦，发现有一款的治疗虾骨注射的药剂还未开哦，内底却拢有玻璃油啊。小事接到通报，赶紧回收，也毋过已经有上千罐销到病院咯。6月14号接获医院通报，案内批号 MX9M 药品有异物混入的情形。那经调查发现，该异物是玻璃碎片。那因无法排除其受影响的范围，也启动相同半成品批号所生产的药品。厂商表示讲，有可能是生产的过程出问题。据了解哦，这款药品一档大约用掉4600多罐哦，这届回收佮加上库存会毁掉2500多罐。厂商嘛赶紧甲原厂调货。药师工会表示讲，若是这款药品的库存无到3个月，就影响到病人正常的治疗。尤其是这款药啊，主要拢是针对虾骨的重症病人因的使用。